收看《狗狗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现在真的是人手一只速记耶！什么是速记耶？速记耶就是手机喽。现在的速记耶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，所以之前呢，手游还造成风潮哎，带你去看看。 这画面真的是前所未见，不论是百货公司还是公园，都有人在玩手游。低着头够速记耶，滑呀滑，真的要注意，因为速记耶界面会反射紫外线，另外又有太阳照射，真的很容易伤害目竹。因为荧幕 contact 会目竹目，记得要让目竹休息一下，才能够保护目竹。 现在啊，正是人手一只速记耶哦，而且如果常常用速记耶玩手机游戏啦，或者是看电视、看电影啦，很容易造成目竹猛。所以呢，到底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找上门？我们现在请吕医师来告诉大家。 常常用手机的话，因为手机会产生这个蓝光哈，所以有比较高的机会产生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。那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目竹才是正确的？一般来说，我们建议的使用3C 产品的话，大概每30分钟来休息10分钟是最好的。谢谢医师。 很多人速记耶不离身，聊天、查资料、玩手机，但是告诉速记耶不要边走边玩，免得发生危险。而且不要盯着荧幕太久，因为不但可能让目竹猛，还会加深近视，造成其他的眼睛疾病找上门。 速记耶啊，滑啊滑，真的要注意哦，要好好的保护目竹，因为目竹呢很容易造成呢蒙蒙的目竹猛，看不清楚哦，提醒大家。 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学到新单字，你们都有放在心里面，好好把它复习一下吗？没关系，明珠在这边带大家重新再来学一遍哦。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单词就是手机，速记耶，速记耶。第二个就是视觉不清楚，目竹猛，目竹猛。第三个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。来看到就是荧幕看太久，眼睛会蒙蒙的。荧幕看太久会目竹猛，荧幕看太久会目竹猛。记得哦，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，看太久都会目竹猛哦，不要看那么久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